来看金马祖的消息，这个嘉义东石港口宫今年过年办这个跋杯送大奖活动，奖项有啥物？奖项有轿车、机车、碰过手机啊，到金马祖拢总有真个信众去参加。其中有一个参加比赛的人，12年前驶走一台轿车，今年佫赢一台机车，讲起来真有福气。也有一个有够好的乡亲，连续跋出14杯上杯，成功请走这个金马祖，这个纪律。这个数老师甲算算咧，差不多16000%。嘉义东石港口宫真热闹，大家拢想要来试手气摸大奖。小林刷跋出上杯，这位曾先生第一摆来参加，就真有福气，甲轿车牵动起。来拜拜，先到看咧，佫有咧跋杯啊，无来跋看卖？10杯。10杯嘛。嘿，10杯。迄时你会紧张无？哎呀，因咧喊到我足紧张。现场是真期待来试驶轿车，有人第一摆试手气就拄着大奖，佫有人当10年前第二摆得奖，互大家是看甲真新鲜。我2012年也中了一台轿车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对啊。2012年的头奖哦。没有，对，头奖。哇，所以今年就事隔12年，然后又得到摩托车。今年过年跋杯活动，奖项是真济，有轿车、奥多麦，佮新增加碰过的手机啊，相真济人来这挑战。把到11杯，且就是妈祖，就是把这个手机就是给我这样。不过内底只一尊金光闪闪的黄金妈祖，民众是真好运，小林刷跋出14上杯，给请动起。14杯，就感觉。这顺呢，就一直甲播。如果呢，我们这个波杯呢，在我们数学来讲，如果是公正的，它出现正面跟反面的几率一样的话，那么要连续呢14次的话，就是相当是1/2的14次方，带的几率就会是16384分之一。咱13个记录算啊足多啊，佫跋到14杯。你看咱个轿车都到10杯呢。嘉义东石港口宫跋杯送大奖的活动，相亲在信徒来这参加，就是想要伫咧新年讨一个好彩头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